阿仙奴正選對後備，究竟邊隊會贏呢？有咩好事啊？正選一定勁過後備嘅喎。咁又未必，唔係講笑啊！後備隊都有得打下噶。就睇下你個羅更勁定係我個神仙閃。開波個契仔下發燒好似食咗春藥咁啊！一個假身壓入禁區，左腳一軍，後備隊領先一球。邊個做咁我係遠距海？哇！契仔又嚟了啊！扭兩扭一嘢執俾彩花，彩花擲腳一軍又有啊！彩花係叫緊我？輸緊2粒啊！薩卡仔開始發力，一個假身呃個史基利，交俾奧隊，奧隊左腳趟遠處搞掂。唔好掂我啊！你哋，我一掂就傷噶啦。哇！奧隊又空晒，你哋啲隊友真係怕佢一掂就傷啦！左腳有軍又有，奧隊好似已經發現到後備隊最大嘅弱點啦。上半場補時1分鐘，彩花壓入禁區出個靚波，CC第一時間看近處又入啦，咗提高可觀性啊！今日兩隊亞記嘅防守都好似紙紮咁啊，射親都有啊！哇！咁快下半場好真實啊！薩卡仔成塊俾個籠插起咗都冇事。面對空門懷斯完成最簡單嘅任務，但係點解個籠會咁空嘅呢？我跳，哎呀，邊個 kick 我啊？正選隊殺得盛起又嚟啦！面具佬執個波俾薩卡仔，薩卡仔第一時間我射入波啊！先到正選隊低調啲啦，打機咋？後備隊而家落後1粒，時間無多要追啦。CC 左路冇下，好似想玩嘢喎！哇！CC 連過2關有腳一抽，世界波，4個波放都冇咁靚啊！我哋做到嘅嘢，我試試一樣得。4比4完場啦！啱先路正選同後備原來一樣咁勁。